车号9883，车号9883，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的车有挡到别人的出入，请麻烦移下车，谢谢。9883，好，谢谢。喂，
各兄姐大家平安。咱今仔真欢迎信友堂的这个兄弟姊妹到咱的教会三角来敬拜上帝。伊拢一日一箍咧遮吼，载坐游览车来吼。上帝帮助咱平安伫即个所在来当心领受上帝的恩典吼。来，咱做礼拜头前，咱先来锻炼今仔日的圣诗。圣诗50首，50首，圣诗50首。咱来念第1节、第2节、第3节。有路耶和华对天顶而落雨，将树架着君王，将天君着饮食，地天火光，日月星星拢着而落雨，命无尽。定恁的天甲水，恁拢着来学落，因为上帝出嘴，万民拢受创造，伊将各项永远去做，伊有定的规划规模，一切深渊大喜，为甲父母并跑，就目所结果子，山顶所有花草，也受培植，正是通大拢着了伊命无煞。这首诗歌是记载伫诗篇148篇第1节到14节。这段诗篇内底拢记载伫咱安怎领受上帝恩典，安怎回应上帝的听。用俄罗的声出伫心，对咱所信仰的上帝来回应。今仔日是2月份的头一个礼拜日，咱2月份总共有4个礼拜日，所以上尾天2月28也是礼拜日，所以咱伫礼拜日的时，咱就准备咱的心，咱穿花雕装，欢喜的心，也勇敢的脚步，伫遮当心行入上帝所祝福的圣会，伫遮领受伊的教示甲恩典，所以咱伫遮搁一遍来锻炼第2位的圣诗314首，314首。我虽话讲万国言语，这首诗歌是伫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到第10节，讲到听的教示。咱来念第1节、第2节、2节就好。甲咱讲，咱若无忍耐，咱所做一切拢空，因为忍耐才是上根本的上帝的教示。所以咱伫最后7节安尼讲，现今所存的有3项，是信、仰望甲忍耐。总是伫这3项中间，
最大是仁爱。后来过来锻炼啊，第三位的圣诗317首，317首啊，这首诗歌咱真正熟吼，所以咱吟一节就好。是。你那强贵真是望，我就真难来帮助，求主看了就欢喜，言明真是坦道理，难怪你撒听，难怪你撒听，难怪你撒听，有声心来帮赞。咱感谢主啊！伫遮圣诗甲咱讲，你若安怎，我就安怎；我若安怎，你就安怎。这是人甲人互相的即个相听甲关怀，特别是伫教会，这是一个听的团契啊。所以咱伫遮搁一遍来学习。当时间已经到位，咱将时间交师会长了，谢谢。各位兄姐，大家平安。主日崇拜即将开始，请记得关手机。
全地就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罗入伊的院，就感谢伊，俄罗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时，咱来吟圣诗50首，圣诗50首，请起立。这时，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万年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现来受苦，变是第死埋葬乱府。第三日伫山中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殿，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随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Amen.
请坐。咱即时要来看《启应文》33篇，《启应文》第33篇。即时咱同齐来启应。恁究竟要将之罪比评上帝？用什么形象甲上帝比拼啊？恁也目看顶面，看之罪创造者的，照小目带遐个万军出来，伊一个一个称伊的名，因为伊的大权能、大气力。也无欠。雅各啊，你啥事讲？以色列啊，你啥事讲？我的道路稳捌伫耶和华，我的案件无得到上帝料理。你检袂知吗？你检袂听见吗？应用伫个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伊无夜也无先，伊的智慧无通测度。夜先的伊互伊能力，软正的伊家伊天伊的气力。少年人也会夜会先，勇壮的人也会跋倒。多多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体势飞悬，因走也无夜，行也无声。咱来吟圣诗314首，圣诗314首，请起立。这是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慈爱的天父，又到了岁末年终，许多人把2020年视为最困难、最想忘记、最难熬的一年。身为基督徒，我们仍然认为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低下之由，因为你透过疫情正在翻转世界，教会正在经历复兴的浪潮。今年全世界获选最受欢迎的经文是以赛亚书。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一年，世界虽然动荡不安，人心惶惶，但你的话语安慰了我们惊惶不已的心。你的光照亮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的教会在疫情中非但没有停滞，我们还动了起来，也走了出去，并开始筹备社区事工。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深信你必赐下新的恩膏与够用的恩典，带领南洋教会成为社区的好邻居。圣经上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挥别2020年，靠着神迈向新的一年，并相信只要众兄姐同心合一，为神忠心的摆上，你必在新的一年为我们成就新事。在新的一年，我们必看见你荣耀的作为。我们将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咱们来看圣经马可福音第1章29到39节。我要用和合本修订本。29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雅各和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发烧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烧就退了。于是他服侍他们。傍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出去找他，找到了，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耶稣对他们说：“让我们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他走遍全加利利，在他们的会堂传道，并且赶鬼。愿神的话语铭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这时，咱们请社青团契来俄罗打开黑暗的角落。
咱即时请牧师讲道。兄弟平安。咱真感谢主，互咱伫咧安尼疫情下面，咱游园会通阁有机会伫主的面前来敬拜上帝。伫咱中间，咱会一定会发现讲，今仔日有真侪人是你毋捌看过的面孔吼。咱也来伫遮来欢迎信友堂台北信友堂的民恩管弦乐团的所有的成员起立，互阮来甲恁欢迎，好无？好，好，谢谢，请坐。按照的咱教会的即个教会节期，咱会通安尼透过即个节期内面，咱会通看见，咱会用照着即个节期内面，安尼一步一步来对圣经有更较侪的了解。那但是伫咧即个中间，咱要来看见的是，咱对伫即个表，咱顶回已经捌看过，吼。咱规个迄个圣诞，迄个教会节期，咱是对主显节、主显节了开始，就进入第一段的即个常年期，吼。伫咧即个常年期，伊的结束，是进入一个即个大斋节期。即个大斋节期的开始是对伫迄个叫做圣会礼拜三开始，但是即个圣会礼拜三要安怎算？即个就是爱搁对后壁开始来算，就是咱爱搁对过活节来看。过活节咱透过着即个叫做，咱若注意看迄个面顶还有写吼，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后的主日。咱今年的春分伫什么时阵？3月20号。那3月20号了，伊的第一个那个月圆刚好是3月28号了，的第一个月圆刚好就是4月4号。这个是我们今年咱规个即个今年的迄个叫做过活节的迄个日期的推算。是安来用即个来做推算？因为咱伫咧犹太历内面，因犹原共款是用着那亲像甲农历共款安尼方式落去算。主耶稣就是拄好伫咧即个安尼春分之后第一个月圆之后的迄个主日进前来受难。所以咱透过安尼来对伫咱规个迄个教会节期会通有较侪了解。所以咱若定出来迄个过活节了，咱往前推算，复活节往前推算40天，不包括主日，40天往前推算不包括主日，刚好那一天刚好会是礼拜三，迄天刚好就是咱今年的2月17号，这就是咱伫咧咱的整个即个圣会礼拜三的即个节日。拄好这一个节日，拄好是伫咧咱今年的，拄好过年政府表定的那个农历新春节的那个假期，刚好是在2月16号。那2月17号开始进入我们的大斋节期。伫咧过去以早，咱的迄个有当时，咱会碰到拄好伫咧那个春节期间，拄好去碰到大斋节期，安尼时阵，伫咧教会内面就会尽量教会会尽量的鼓励大家，在这个大斋节期的时候，尽量不要外出去游玩。这个就是咱伫咧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会遇到的这个问题。在基督徒会碰到这种节期的时候，如果刚好你的那个大斋节期刚好是在过年期间的时候，那就尽量减少外出，那或是不要去，特别是去那些嬉戏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在大斋节期这段期间里面去安静的去思想，主耶稣他在这个世上，他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
受难、受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所有的这一些经历，我们在这个大斋节期这一段期间去安静的来伫遐安尼安静伫遐来思想主耶稣为咱所做，所以咱透过着咱安尼这个表，会通互咱更较清楚知影讲，今仔日咱过来，咱伫咧要进入伫咧新的过年了，咱爱有一个准备心，过来咱要准备一个什么款的心来面对咱的信仰，佮要安怎来做好咱应该有的准备伫咧咱安尼，咱嘛期待咱会通安尼伫咧今年咱游玩安尼伫咧安尼新春过了，咱就要进入大斋节期。所以呢，如果若是没有必要因为疫情的关系，或许咱会使选择用安静来读经、祈祷，来过一个安尼平安的新年。所以咱伫咧过来，咱要安尼开始进入伫咧新的一年，农历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阵。咱检测会通用着安尼来准备好咱家己每一个人。咱的主耶稣基督伫咧行洗礼约翰安尼落家了，伊就安尼来到伫即个加利利的地区，伫迄个所在伫遐安尼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咱若是对圣经的记载，咱就通知影讲主耶稣伊伫咧即个加利利的地区伫遐所做的即个服侍非常的成功，嘛有真侪人伫遐来跟队，所以门徒伊可能伫咧即个时阵会对耶稣的迄个所行所做认真讲，因会感觉真满意。我会用即句话后壁有意思因为因的老师伫咧教示人的时阵亲像有权的，搁哪无亲像遐个经学师，甚至伊会通用权命令写神，连写神也顺坦伊。这是咱今仔日咱的圣经，伫咧咱今仔所读的圣经的进程内面的经段内面所出现的。所以原本只有简单伫咧加百隆宣讲天国的福音，耶稣伊原本只有干那伫咧即个加百隆即个所在。加百隆伫咧倒位？拄好伫咧即个加利利海的即个属于叫做西北角的所在，伫咧迄个所在。所以当主耶稣安尼，伊伫咧安息日，伊入会堂遐教示人，后来佫用权伫遐来命令。遐邪神他命令邪神那些邪灵来安静的离开那个他所附的那个附身的那个人的身上，所以耶稣他的名声就在那个加利利地区就被传开来了，而且不单单只有在那个加百农，是整个加利利地区。所以落尾后来因。对会堂出来了，耶稣甲着门徒对会堂出来了，因伫咧咱的经文内面讲，因随时就入去西门彼得甲安德的因兜，咱即马咱要来看即张是即个伫咧加百隆的迄个所在迄个底下考古出来的一个第1世纪的一个会堂。这个都要伫加百隆的这个地区，而且佫是靠近这个加利利海的地方，伫咧迄个所在咱会通看见着迄个会堂生做什么形的形状咱伫咧5月30号咱也有安排要有一个亚华礼拜，咱要去到伫万里的所在在万里那个地方有一个那个圣经文化园区在那个是属于芥菜总会的一个园区，伫咧迄个所在有迄个第1世纪仿第1世纪的会堂，所以咱若有去到遐的时阵，咱就会通看见更较清楚
会堂到底生出什么形的？吼，安尼咱就会通更较清楚知影，伫咧耶稣的时代，会堂应该是生出什么形的？咱透过即张相片，咱会用大约小看有一点仔，迄落伊即个后壁的部分有4支条啊，即个条啊的头前会有一个刀迄个经学书也是迄个文士吼，都会甚至管会堂的会对邀请人来伫遐来读着迄个摩西五经或者律法的册吼。其他所有的来入去到伫会堂的人，就坐伫咧即个边啊吼，即壁边，咱伫咧即个壁边的所在，咱会通看到遮有一排一排的这个台阶吼，人就坐伫咧迄个面顶，坐在那个上面，就伫遐听到即个所邀请的人因所读的、所念的以及所分享的，所以主要说就是安尼。进入伫咧即个会堂的内面，伫遐来教示人，甚至伫咧即个所在来伫遐来安尼赶出迄个互舍身负身的迄个人，都是伫咧安尼的会堂的所在。因伫咧即个会堂了后来，因就出来两边去到伫马上立刻就进入到西门彼得跟安德烈的家。西门彼得、安德烈的家刚好离这个会堂没有很远的地方。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相片就是刚好是在这个会堂的对面，只是走几步路就是说那个会堂的那个对面就是在这个地方。伫咧这个时候，这是第1世纪后来透过迄个考古看见的，这是第1世纪的这个住家的遗址。那在这个右上角这个现代建筑的这个地方，它的下面，据说就是彼得、安德烈他们的家。那我们那里堂伫咧这个那个左手边看到这个有这个海的地方，这个就是加利利海。彼得他就是渔夫，所以说要找靠近海的地方哈。所以咱就通知影讲，迄规个是安怎耶稣对会堂出来，马上就有法度入去到伫彼得、安德烈伊的厝，就是迄个厝离即个会堂非常的近。但是即个时阵，耶稣甲着即个雅各、约翰，甲着西门彼得，甲着安德烈，安尼伊入去到因兜了，有一件代志就是西门的即个丈夫患了热病，倒咧。随时有人将这个代志来甲耶稣讲，这个彼得的这个丈夫，伊所患的这个热病，我们今天的那个和合本修订本说他是发烧但是发烧有很多种，但是很显然的，这个彼得的这个岳母，她的这个发烧应该很严重，不是普通的这种发烧所以连伊的囝婿的老师以及伊的朋友来到因兜，伊嘛无才调起来安尼款待人客。门徒的内面应该有人甚至有可能就是彼得本身。伊伫咧看见着耶稣所行遐侪的这生涯奇事，因感觉讲安尼耶稣嘛有可能安尼有即个医治的能力来。互伊即个倒伫咧即个眠床顶的即个丈人丈夫会通来得到医好。所以耶稣一个知影讲伊的即个彼得的丈夫安尼倒伫咧病床的就安尼马上就安尼滚活去就甲伊安尼扶起来热就退。圣经内面讲热就退，所以咱就通知影讲。耶稣伊是一个满有安尼慈悲怜悯的心的一个人，伊知影迄个无助的、软弱的人，因的痛苦甲因的需要。伊毋但愿意，伊搁较有能力去帮助安尼的人。无论迄个人伊的社会地位是偌悬、偌低，甚至是查甫的，是查某的，
伊拢欢喜施落伊的怜悯伫遮的人的顶面。伫咧四福音内面的即个记载内面，耶稣对人的医治，有当时是用讲一句话，有当时是做一个动作，甚至伊无做任何代志，吼，伊干那安尼，干那讲伊的病已经好啊，就迄个人伊的病得到医好。耶稣对人的医治安尼有真侪款。伫即个时阵，耶稣伊选择用着真安静无讲话，安尼只有轻轻来将着即个彼得的场安尼甲扶起来，吼，伊的安尼病就连边来得到医好。圣经讲他的热病马上退，就伫迄个所在伫遐来侍候耶稣，甲着正门徒。我相信迄天。即个彼得的场，伊的毋是干那起来安尼若定，起来侍候安尼若定，伊乃是应该是用着一个真欢喜的心情，伫遐欢喜喜，伫遐一直伫遐来安尼交代耶稣，因为伊的迄个病得到医好。佫毋若安尼，嘛有可能甚至，因为咱照圣经内面看，后来去到伫即个安尼。当迄个日头落山了后，有侪人安尼围伫咧即个彼得的厝的外面，耶稣就伫咧迄个所在来医好遐个有病的人，遐犯着鬼的人。彼得的场有伫迄个所在来交代着遮个人无？我相信有，所以咱着通知影讲，迄个。安尼病得到医好，以及原底本底安尼已经安尼用要，应该是用要死去安尼的人，伊伫咧迄个所在得到主耶稣的医治，伊伫迄个所在用到一个真欢喜、感恩的心来伫遐来交代耶稣，来伫遐来侍奉来侍候耶稣。但是我即个所在，我要过来问的就是。当彼得甲耶稣，彼得的厝的外面，安尼有一群人，因为后来听见耶稣所行的，就安尼到伫安尼黄昏的时阵，日落了，就带拢总有病。伫咧即所在用到一个，咱讲用到夸饰法的方式，讲安那，讲将拢总有病甲犯着鬼的就近伊。讲安那，后壁佫讲，通城的人拢聚集伫咧即个彼得因兜的门口。耶稣医好逐样的人，佫赶侪的遮的鬼，因为鬼捌伊，所以伊毋准遮的鬼来安尼讲话，因为遮的鬼知影耶稣是甚物人。伫即个所在，我要问的是安怎安尼？这个人是安怎爱到伫黄昏日头落了，才要来到伫彼得的厝的门口？咱还佫会记无？伫咧咱的即个经段的头前，主耶稣是伫咧啥物时阵入会堂？伫安息日，所以。伫咧即个所在，咱就通看见，因这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事件。伊伫咧安息日入会堂，伫遐教示人，搁伫遐医治人，搁赶出侪鬼，了入彼得安德的引导，就伫遐来医治着即个迄个彼得的场。所以拢总是伫咧安息日所做的代志。侪人是安怎毋敢伫咧？黄昏日头还佫有的时阵来就近耶稣，因为伫咧安息日，因袂使带着人，是行真远的路，因有限制。安息日我敢会使行偌济路，但是这个人因有需要无？有，但是因受到侪这个过去的这个传统，咱就通知影讲，因无法度伫迄个所在。安尼来带着人来就近耶稣，
只有等到伫迄个日落，伫咧以色列伫咧犹太因的历史，日头落下的时候，当那个太阳光线在那个山这样子落到最后看不到光的那一瞬间，迄叫做迄天煞。所以安息日要等到安息日煞日头落的时阵。因才会开始有动作，赶紧的带着这有病的、犯着鬼的来就近耶稣。所以伫咧安息日，唔敢带着有需要的人来就近主。安尼，因伫安息日，我要问的是，因伫安息日内面，敢有得到安息吗？佮遐有病的人，因要伫咧什么时阵才来得到安息？安尼，咱要讲的就是，咱伫主的圣日，咱敢有得到真正的安息？咱带着一个什么款的心情来到这个礼拜堂？咱是毋是安尼，亲像这个彼得的丈夫，伫咧主来的时阵，因为热病的关系，咱犹原还阁倒地。虽然即马你是坐咧。但是你的心事实上是倒的，阮看袂出来。但是咱每一个人拢真清楚知影，是咱虽然已经来到伫礼拜堂的内面，咱的心犹原无得到真正的安息，甚至咱有可能为着咱认为迄个安尼。是咧遵守主的命令的一寡传统，咱伫迄个中间伫遐无法度来互人来伫遐亲近耶稣来得到安息。弟兄兄弟，有啥物款的事，以及伫咧教会内面有侪咱会用来小可来去小想象一下，咱有啥物款的代志？至到咱来到主的面前的时阵，咱无法度得到安息。咱拢需要有主耶稣的医治。如果有人认为伊已经完全了，只有别人才需要主耶稣的医治，安尼，我要讲，这款的人，伊搁较需要有主耶稣的医治。当咱伫咧做礼拜的时阵，咱的心到底咱的心伫倒位？如果咱来到伫礼拜堂，结果咱有可能咱一直伫遐咧看什么货？看人有人伫咧礼拜的时阵，安尼无专心无？是安怎？咱甚至伫遐讲今仔日咱的司礼圣诗安尼唱甲哩啦啦，是伫遐今仔日牧师伫遐讲道，倒位讲了叮当去，咱是毋是伫遐咧敲揣，到底什么人伫遐做了什么款的代志？什么人伫遐做什么代志？煞袂记哩，迄个礼拜，伊迄个礼拜主体到底是什么人？咱礼拜迄个主要的对象是什么人？咱想安尼的礼拜，敢有得到上帝的感动？这就是讲，咱敢有真正来到伫主耶稣的面前，来得到伊真正的医治。甚至互伊来赶出点伫咱的心内，迄个心中的迄个邪神。如果若有安尼的人，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来命令这个妨害的人来就近耶稣基督的这个邪灵，来安静静静离开对这个人所有一切的遐搅扰加合制。弟兄兄弟。彼得丈夫经过着主耶稣将伊来扶起来的时阵，伊的热病就安尼来退去。伊并无安尼继续伫遐来倒咧，是伊爱人伫遐来服侍伊，乃是安尼随时伊就安尼连变起来，伫迄个所在来伫遐来侍候耶稣，甲着正门道。我相信后来。迄个伫咧彼得的厝的外面，遐个有病的，以及遮个犯着鬼的，因犹原嘛接受着彼得的丈夫的遮个服侍甲迄个安尼交迄个交代。所以，因为伊
对耶稣来定心，来得到快乐。他从耶稣重新得着力量。甚至咱嘛会使对今仔日咱的经文内面通看见，连治好遐尼啊侪有病的，以及犯着几个主耶稣，遐尼啊有快乐的主耶稣，伊犹原伊需要对上帝来得到快乐。所以，咱若看对经文，今仔日的经文内面，咱啊，主耶稣伊伫咧天也未光的时阵，他在天还没有亮，什么叫做天还没有亮？是一点光线都还没有的时候。伊就起来，伊去到伫旷野的所在。咱个会记无？主耶稣啥物时阵去到旷野？伊伫咧接受加洗咧约翰洗礼的时阵了后，伊就受安尼找去到伫旷野的所在。所以咱就通知影，旷野是一个会通互人来定心得到快乐的所在。连包括着即个以色列人，因伫咧离开即个出埃及，吼。出埃及了了，因去到伫倒位？因去到伫旷野，因伫遐旷野40年久，伫迄个所在，上帝来调整因，互因原底本底是一个安尼，迄种安尼讲奴仆奴才的心的一个迄个安尼的人，互因真做后来真做一个有快乐啊，会通安尼入去安尼。过较安尼讲跨越约旦河，去到入去到伫即个迦南地的时阵，因是真做迄个大能的勇士。更何况，咱若对以色列人，他们在进入约旦河以后，咱就通看见，因伫咧一开始的时阵，因去攻打爱城的时阵，因是带着很遵守上帝的那个命令。真安静伫遐咧绕城，城就安尼来倒，因就安来攻破。但是后来因感觉讲啊，安尼因真有气力，吼，因就随时搁安怎，就凭着自己的血气去攻打倒位其他的这些城邦，结果因就伫迄个所在，伫遐安尼来失败。咱就通看，咱就通知影，连主耶稣安尼遮尔啊，安尼有快乐的人，伊犹原爱去到伫旷野的所在，伫遐来安静，伫迄个所在，伫遐祈祷，因为主耶稣伊知影，伊的服侍快乐来源是来对上帝来。以色列人，伊伫咧因经过着安尼的遐安尼证书了了，因感觉讲哦，阮足有快乐的，过过来咧。因就无倚靠上帝，直到因后来因的失败，甚至中间有人犯罪。所以咱需要学习主耶稣同款，随时安静伫咧主耶稣的面前，伫遐来亲近上帝。特别是伫咧你的服侍啊，你看嘛，伫咧主耶稣伊伫咧伊服侍遐尼啊有果效，那么样的有效果，那么样的有果效，他有那么多的人来亲近他，那么多的人要来追随他。但是主耶稣伊选择什么？伊选择伊安静伫咧上帝面前，来领受对上帝迄个顶面来的迄个快乐。若是彼得，咱会通对今仔的经文来看见，若是彼得甲着伊的同伴，因伫遐做啥物代志？当耶稣去到伫旷野的时阵，因伫遐来找找耶稣，佮拄着耶稣了了，就讲众人拢咧找你啊。因无去想着耶稣需要安静，因无去想着讲耶稣伊是对上帝所领受对天而来遐个能力，因敢若伫遐期待安怎？哦，即马咱讲叫做啥？打铁趁热。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是安怎爱打铁趁热？因为这一大群的人，伫遐来欢喜来跟对耶稣，哪会使互这个人来去互散去？一定要甲了掉啊！这敢毋是咱伫咧咱的即个世间所有的这个价值观是安尼嘛？但是耶稣伊选择啥物货？伊伫迄个所在，主耶稣伊搁较意爱明白上帝，伊下一步，
伊伫迄个所在，伊需要知影上帝下一步的心意是甚物款，伊需要知影上帝国家要带领伊行对倒位去。伊无爱互家己，因为伫咧即个加百隆的即个成功的迄款安尼的声望来受到试探。伊煞有可能因为安尼来偏离上帝伫咧伊心上所有的计划。因为有人要找主耶稣的迄个理由，甲着伊的动机，有可能是无正确的。咱会通知影讲，伫咧主耶稣伫遐咧军队伊的时阵，当初时，因是伫咧罗马帝国的迄个控制的下面，管理的下面，因期待会通推翻罗马帝国。像主耶稣遐尼有能力的人。拄好会通好来带领因来推翻罗马帝国，有可能有的军队人是安尼的一寡心意，有的人因可能干只不过是期待伫咧军队的过程内面，看见也是去经验，去看见着主耶稣的遐生涯技术，但是伊的迄个因无欢喜，伫迄个中间因的心来得到改变。因无有一个正确军队主耶稣的迄款的动机，所以主耶稣伫咧伊无安尼，咱讲他没有沉浸在那个加百农成功的那个声望的里面。伊随时伊嘛，咱讲伊嘛无爱无受到即个门徒安尼受到即个正人的迄款的迄个意思的影响。伊伫遐对门徒安尼讲安那，讲咱来去别位到附近的埔头，互我通伫遐来传道理，因为我为着即个事才出来。主耶稣真清楚知影，伊对门徒的回答，显出伊对上帝迄款的信心，甲着对上帝的顺服，迄款安尼的军队。所以伊毋是只简单为着加百隆迄个所在的人来到伫即个世间。伊是为着所有的人，因的心灵的需要，为着所有的人的罪来得到赦免，来到伫即个世间。伊期待人对伊所宣讲的即个福音，会通做出一个信心的一款的回应。伊爱人透过伊所带来迄款的教示，以及伊的迄个管理，来顺服上帝。爱人来为着家己的罪，来伫遐来悔改，来归向伫上帝。所以，弟兄兄弟，主耶稣来到伫即个世间，伊有一个真重要的任务。伫咱今仔经文内面，咱通看见，伫咧即个任务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伊爱要讨帮人来脱离迄个即个邪神鬼魔的迄个捆绑。上帝的领教，上帝国的领教，就是爱要透过着耶稣基督伊的权柄、的教导，以及伊所有一切行动，来互人经验着迄个福音的迄个好处。毋是干伊为着伊家己的迄个声望，为着伊家己，也是为着某一寡人，乃是为着所有一切的人。伫咱的生活中，也是伫咱的服侍中内面，咱拢检测有可能会去拄着，甲着即个邪神鬼魔的征战。检测咱无一定，咱会感觉讲迄是，但是事实上，确实伫咱的生活中，咱不断伫遐咧经验着，伫你的生活中，伫你的婚姻内面，伫你的生命的每一个层次，撒旦不断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对咱来攻击，咱却有可能毋知影。主耶稣伊透过伊的权柄，甲伊着伊的能力，伊期待咱每一个人来安尼伫咧主的伊的即个福音的内面，来得到完全的讨帮，来得到即个福音的好处。我带着即个社青团契，佮重新来看。我捌伫咧咱教会内面看过迄个祷告征战室，征战房，征战房间的那个，迄出电影。
咱就通看见讲，伫咱的性命的内面，伫咱的生活中，咱不时会拄着真侪的情境，是咱家己毋知影。你有可能在你的婚姻当中，只因为你将你自己放在那个生命当中的那第一位，以至于你的生命里面，你的婚姻是你自己在掌权。你的工作是你自己在掌权，以至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成功。为什么？伫咧看迄个影片了后，阮有一寡的讨论，就有人嘛伫遐来反映着。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会突然间觉得说，我的上司或是我的同事，他怎么对我那么的不好，以至于我内心里面开始有很多的这种起伏。结果我开始对这个人开始有很多的这些苦毒，甚至有很多的甚至对他有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想法，甚至对他有一些的咒诅都有可能产生。那个有没有可能是撒旦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撒下了那一些他的那个败子的种子，以至于我们心中也跟着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苦毒。咱有可能咱伫咧咱的婚姻的内面原底本地一个真好的婚姻，但是为着这个家庭。需要有更较好的经济，所以我伫咧即个婚姻的内面，我结果渐渐我甲着我的某囝开始慢慢迄个关系疏离，甲我的囡仔开始疏离，直到落尾手，我伫咧工作顶面受到某一个人的影响，甚至吸引，直到我煞来背叛我的婚姻。有可能无？这是什么人？迄个你的对敌，你的婚姻的对敌到底是什么人？你的婚姻的对敌是你的翁婿，是你的某嘛？是撒旦伫咧咱的婚姻的内面，伫遐野种子，野着遐个败子的种子，伊期待咱的婚姻来破裂，因为伊期待人甲人的关系破裂。人甲人的关系若破裂，人甲上帝的关系就破裂。人跟人的关系如果破裂，人跟神的关系就破裂。所以，我们只有回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自己的婚姻、将我们的工作、将我们的人际关系、将我们所有，包括你自己在教会的服事，让神在你生命当中摆在你生命的那个第一位，你才有办法去经历到神他怎么样在你的生命当中去掌权，那个才能够产生的叫做上帝国临到你的身上。什么是上帝国？什么是上帝国？上帝国就是上帝的掌权。上帝国就是你家己伫咧你的婚姻内面，互上帝，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包括你甲你的某囝、你的囡仔的关系，拢将这个事，互上帝、互主耶稣伫你的生命内面来掌权。就你要看见上帝国临到伫你的逐个层处，上帝国要临到伫你的婚姻内面，上帝国要临到伫你的工作的内面。上帝国要临到伫你甲人的关系内面，就你要看见，你要经验到迄个真实的上帝国临到伫咱的中间。所以咧，弟兄姊妹，上帝国上重要临在的所在是什么所在？是教会。咱敢有互咱的教会，嘛互主耶稣伫咱的中间伫遐来掌权，是咱伫遐要干那伫遐来安尼把握。一寡咱所把握会到的，是咱伫遐来看见，是有做侪的批判。
伫到上帝国无法度临到伫咱的教会，咱只有恳求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大能，互遮个撒旦邪神会遐个影响，甲伊遐个溃烂来离开咱，因为咱通知影，就是连鬼魔伫咧主耶稣的面前，伊只有敢若有逃走的下场那尔。因为主耶稣伊所带来迄个福音，是要互人得到自由的。但是你今仔日伫咧主的教会，你伫咧你的厝内面，你伫咧你的生活的暂厝内面，你有得到真正的自由无？是你犹原抑阁受到侪事来甲你捆绑掉咧？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搁一摆透过着今仔日这段经段，互咱搁一摆重新来思考。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东西在捆绑着你？什么东西仍然在一直继续的影响着你？但是却没有办法让你的生命得着更好。我们只有回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再一次求主耶稣亲自来更新我们，让我们自己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在主耶稣的面前，真的是说主啊，我真的不行，求主你自己亲自来我的生命当中来掌权，好让我能够去经历主你那生命的美好，是充满了从神来领受的那种大有能力的那样子的一个作为，在我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咱当心来祈祷。喜欢的主，我满心感谢你，借着今仔日的这个经段，主阮互阮会通搁一摆来思考，主阮到底阮甲主你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关系？主啊，帮助阮，阮检采亲像彼得的丈夫共款，阮的性命拢一直是伫倒地的性命，是迄个伫遐发着热病的性命。恳求主，你用着你的圣手来扶起阮，互阮真正会通伫主你的恩典内面，互阮生命内面的迄个热病会通来得到医好，来得到退。佮帮助阮，互阮毋若干那安尼若定，主阮佮会通随时，因为阮的病来得到医好，阮就起来服侍主你，服侍阮所有正兄弟，互阮的生命真正是会通安尼换新，得到主你亲自施落充满更较侪的恩典甲快乐伫阮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互阮无搁再成做迄个软脚下的基督徒，乃是主阮要欢喜来回应主你，搁来参与伫主你教会的逐个每一个事工的顶面，互侪人因为阮所参与的，来也共款来领受对上帝国内面的迄个福分。主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咧面对阮生命的这破镜的时阵，主阮会晓得随时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主你求讨。主阮无掠阮家己做熬，主阮也无看阮家己过头伫看主你，互阮的生命会晓得谦卑伫主你的面前，看别人比家己较强，看别人比家己较敖，互阮会晓得来欣赏彼此伫咧主的面前所领受无共款的恩赐。阮就要伫咧主你的教会，伫咧阮的日常的生活中，阮要看见主你的国临到伫阮的中间。主阮搁一摆主你恳求，愿主你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真正过来。阮伫咧国内，阮要面对一个新的一年的时阵，主阮是迄个行动的基督徒，阮无搁再成做迄个道地基督徒。阮要伫咧新的一年，阮要有新的开始，也愿你伫咧你的圣神的作为内面，不断来提醒阮，来帮助阮，互阮伫你的面前，成做大能的勇士，来为主你做好的工，互侪人因为阮来得到
对主你来的祝福恩典满满，愿咱的恳求祈祷，拢上个主所基督圣名，阿免。咱即时来吟回应的诗317首，圣诗317，请起立。请坐。按即时来奉献人节执事跟淑芬执事。
们报告之前，今天有2位新的朋友，一个是高温丽婷正宫长老的朋友，是不是请正宫来介绍？好，请坐，请坐。好，欢迎你哈。另外一位是怡景的同学柯博胜，怡景来介绍一下好吗？哦，好，那我们欢迎哈。这个怡景的同学是住在南丰路3段，那高温丽婷是住在宜兰市民权路。好，我们欢迎。今仔日也唔知有新来朋友无？无，咱只是来看报告，我们来看报告。我们今天欢迎台北信友堂一起跟我们做礼拜。那信友堂是我们教会芬兰以前在台北的教会，所以我们是不是请芬兰来介绍一下呢？芬兰，要不要介绍一下？不用，好，那我们还是欢迎，再次是欢迎哈。好，第二，10日到16日哈，适逢农历的春节，我们除了有春节礼拜还有主日礼拜外，其余周间的聚会都暂停1次哈。第三，21日我们要举行和会，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来参加的，请跟办公室这个请假。第四，我们从28号起，每个主日上午11点半，成人主日学大卫鲍森谈新约正式开课。如果你想要留下来参加，我们向办公室来报名啊。接着我们再来看，肢体消息，肢体消息呢，外面有立泽碱义卖的米，我们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来购买。然后第四项3月24到25基辛中会松联部举办一个旅游，那如果我们想要参加的话，可以跟捐会报名。好，以上报告。老师，我们来兄这边咱今仔日他下载我拄接到消息，就是咱的兄弟尤文聪弟兄伫咧昨天晚上他11点多过世属如安尼真艰苦心啦这么因为他是在家里过世，所以说就那个还要等那个检察官的验尸所以大概我们就在等着他那个验尸完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过去来跟他洽谈，再过来后面的一些治丧的事宜。嘛，请咱为着属如来祈祷求主安慰的灵来亲自安慰属如，以及着迄个牧群甲牧善互因安尼伫咧国安尼拄着亲人即个死时的时阵，犹原会通安尼得到上帝的安慰以及咱所有正兄弟安尼同心的扶持过来就是咱伫咧过年的时阵，咱伫咧礼拜五有这个新春新春称谢礼拜新春称谢礼拜会记哩礼拜时间几点？无，敢若牧师唔知影我无，顶回嘛受到提醒，因为咱也未习惯所以结果是知影，后来才知影讲是9点安尼我咧看迄个咱的迄个那个程序单的时阵，因为咧伫遐讲是9点所以毋好到时阵讲恁来做礼拜，牧师还阁唔知影咱赶快大年初一有礼拜，大年初三一样也有礼拜所以
除了这2个以外，咱周间的部分的那个聚会都暂停，所以请咱注意。以上。好，咱即摆来吟上言509首，请起立。主，阮满心感谢你，主你，互阮所有伫主你的内面所有正机体，互阮会通伫主你的内面来统领对主你来的恩典甲祝福。阮安尼袂禁止，爱欢喜袂固伫阮有安尼的团契的联谊，愿主你的神透过着阮今仔日所领受的来激励阮，也帮助阮。互阮伫过来的日子内面，主阮会晓得随时来回应主你，互阮对主你领受对你来的救恩，互阮脱离阮生命中的疫病的时阵，主阮会晓得随时起来来回应主你对阮的拯救，甲换命，互阮会通来对主你领受对你来重新的快乐。来祝福主，也来侍奉阮阮主内众兄弟姊妹，互阮伫你的圣神的引出内面，互阮会通有换心正直的神，也会通伫咧阮的日常生活中来看出什么是这邪神鬼魔所对阮所野的种子，也互阮会晓伫迄个中间来。最好的征战，互阮知，阮所征战的对象是即个天顶，即个空中所掌权的，互阮无伫阮的即个征战的内面，阮选择了错误的对象来征战，互阮会通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祝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